大家好，今日廚師介紹做紅燒肉。一嚿五花腩，大約係560個 gram。買咗翻嚟之後，揾把刀刮下佢個皮。如果佢有毛，揾個鉗幫佢掹下嗰啲毛出嚟，跟住洗乾淨，抹乾佢。而家佢上邊係有一嚿骨嘅，我正話批咗佢出嚟，大約你切開佢。呢嚿肉呢一笪地方，我又係切佢出嚟，整容易啲切一陣間。呢度咁切開佢，嚿肉我反轉佢，而家我切佢丁字形。切佢咁樣，其餘都係咁樣做。呢度有3片薑。如果我今日呢條係大嘅葱，所以1條；如果係細嘅就2條。分開佢綠色同埋白色。白色呢個地方拍下佢，切斷。綠色嗰笪地方又係咁樣切斷。燒熱一個 pan， 將啲肉咁樣擺落去，煎佢4邊，每邊大約係1至2分鐘。個皮就唔係煎，就唔好煎嘅。皮都係咁樣做。而家我4邊都已經煎香佢，我而家擺3片薑落去，同埋嗰啲青葱白落去。要爆香佢。而家我爆香嗰啲葱薑，我將嗰啲肉擺喺呢度葱薑嘅上面，將個火較佢中火，倒入1湯羹鎮江醋。3湯羹紹興酒，2湯羹冰糖，洗一洗過佢嘅，1湯羹生抽，你咁地嘅特級老抽1茶羹，2/3茶羹雞粉。而家我撈勻佢，同埋反一反嗰啲肉。而家啲肉上咗色啦，咁我擺入200個 gram 水，煮滾佢。而家見佢滾啦，較細個火，較佢好細下，揾個蓋冚住佢，煮佢30分鐘。而家30分鐘後，我又將嗰啲肉全部反轉佢1次，跟住又係用細火煮佢15分鐘，冚蓋。而家有15分鐘後，我又反轉佢，跟住又煮佢15分鐘。而家有15分鐘後，我又係咁樣反轉佢，煮15分鐘，總共係煮3次15分鐘。我而家煲滾一啲水，擺少許糖，擺一啲雞粉，擺少許油，洗乾淨啲生菜擺落去，焯一焯佢，見佢滾就可以攞出嚟。
擎乾水。而家最後15分鐘煮起咗之後，擺嗰啲青葱段落去，開大火撈勻佢。撈勻咗之後，一陣間將嗰啲肉攞上嚟，已經擺咗喺嗰啲生菜上邊。紅燒肉已經做好咗啦，好多謝你哋收睇，希望你鍾意食，下次再見。